但是第一座公社民营的托婴中心就设伫北区公务活动中心2楼，除了互活动中心的使用多元化，买当增加收托量到32个婴幼儿。10号上午，李家社区拢抱着热烈庆祝心情，将托婴中心正式开幕启用。3、2、1，请揭幕。请先响应我们热情的掌声，恭贺台南市北区光武公社民营托婴中心正式开幕。这个地方看的周边很多都是住宅区，那很多需要进一步的托育。如果我们设的这个公社的托育家园，一个托育家园可以收容12个孩子，但是如果是我们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场地，只收托12个是有点可惜，所以我们就变成公社民营那委托我们台南应用大学我们各位老师大家的帮忙，可以收托32位孩子，2个月以上2岁以下的。这个地方我们除了非常感谢南应大之外，我们也要拜托这个地方防疫要做好因为最近这疫情一直高涨台南市虽然是6都里面最少的这个确诊数最少，但是爸爸妈妈对于孩子都是心头肉，还是特别的这个在意小心。因为有很多我们年轻的爸爸妈妈，其实每一次都为了要找寻一个托婴中心，就是费尽脑筋因为我自己的助理也刚好是新手妈妈所以光要找这个托婴中心，说真的就是绞尽脑汁找了很多的地方，但是我相信今天公办民营有政府的一个协助跟保证，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指标。所以我们希望今天这样的一个揭牌之后，能够让更多的爸爸妈妈感受到政府的美意。消局表示，对今年8月开始，公共托育的补助金额将调高到每个月5500块以上，大大减轻家长请用的负担。同时，委托专业的台南应用科技大学来经营管理，提供更多元的托育选择。台南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